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失业。今天这个财新网它有一篇报道，就是关于稳就业的。他说一季度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原和大幅上涨，也就是这个一季度失业保险的支出有个比较大的变化，支出涨得比较多。那是不是意味着失业的人增加了？他说同比增长超22%。近年来，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持续上升，但占实际失业群体比重仍然较低，也就是说很多失业的人都没有去领失业保险金。这个财新网报道他说人社部规划财务司近日于官网披露数据，2025年1到3月全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44 亿人，基金收入 495.4 亿元，基金支出 465.1 亿元。跟去年相比参保人数、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0.8%、5.5%，但是基金支出显著上升，增幅达到 22.4%， 也就是参保的人数基金的收入增幅不是很大，有一点增幅但是基金的支出是大幅度提高，增加了 22.4%。 该数据附注解释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通常包括7类，第一个是失业保险金、基本医疗补助保险费、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技能提升补贴和稳岗返还等其他促进就业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在上述各项中，包含失业保险金在内的失业保险待遇支出占主要部分。另据人社部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工作主要进展情况说，一季度共发放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价格临时补贴等失业保险待遇365亿元，较上年这个282亿元同比增长 30%。 其中最为核心的失业保险金支出近年呈持续上升态势。人社部202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说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352万人，全年为730万名失业人员发放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金，两者均同比增加 18.5%。 此外，全年合计发放失业保险金729亿元，同比增加136亿元，涨幅达到 23%。 这是人社部的那么从这个各个地方政府地方层面呢，说多地财政部门于年初披露的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也类似趋势。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例，2024年3地失业保险金支出分别是 58.4 亿元、74.5亿元、21.9亿元，同比涨幅 16.2%、35.7% 和 19.6%。 其中上海失业保险金支出比年初预算数 63.5 亿元高出 17%， 比它的预算还高 17%。 上海财政局解释称高于预算主要是因为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高于年初预期。不知道在上海的网友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就说明上海的失业的人比去年增加了吗？因为领保险金的人多了吗？这个都是按比例增长的。这是上海失业保险金支出增加 19%， 那就意味着对吧，失业的人也是同比例增加这个失业保险金怎么领呢？不是你想领就能领的按照社会保险法，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需要符合3个条件：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也就是说你自己交了1年，而且单位也交了1年，满1年。第二个，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自己辞职在家躺着，那是不行的，你自己不干那是不行的，必须是单位把你裁掉，或者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单位破产等等就非你自身原因导致的。那第3个条件就更明确了你得进行失业登记，而且明确要求你想上班，满足这3个条件你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那你领多长呢？你说我领一辈子我也不上班，显然不行的他说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与缴费时长有关，累计缴满1年不足5年的，领取期限最长12个月；累计缴满5年不足10年的，领取期限最长18个月；累计缴费10年以上的，领取期限最长24个月。这个我能领24个月重新就业后
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与前次合并计算，最长也不超过24个月。那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缘何上升呢？就是为什么领失业保险金的人多了？我们天然的认为那肯定是失业的人多了吗？但是专家不这么说啊。一名华东地区省级人社部门人士认为，近年来政策力度加大以及社交媒体宣传作用，增加了劳动者对各类社保补贴的知晓率和领取率。在其看来，当前就业形势严峻，但主要反映为就业质量下降，人岗不匹配问题明显，实际失业人数没有太大增加百分比。也就是这个专家他认为啊，实际就业失业的人数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的宣传作用，就很多失业的人呢，他知道了哦，我原来可以去领失业金是吧？能领半年是半年，对吧？能领1年是1年，我就去领。以前人失业了不知道自己还可以领这个玩意，那现在都知道了，都跑去领，所以造成领失业保险金的人增加这是专家的解释啊。我想这个解释也能说得过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 5.1%。人社部报告今年1季度情况时称，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个百分点，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我就想知道什么时候就业形势不稳定了？从这个恒大暴雷以来这个统计部门给出来的都是稳中向好就业形势都是保持总体稳定。不过，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劳动经济系教授谭代胜表示领取失业金人数大幅上升，仍可以反映出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不管是堆积的失业领取，还是新增的领取，都说明经济景气指数不太好，需要通过失业保险维持生活。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更靠谱一点领取失业金的人越多，越说明失业问题严重，越说明经济景气指数不太好。所以说这个稳定不是真的稳定。还有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失业保险的领取待遇人数较实际失业人数占比长期偏低，也就是你同时满足以上3个条件的本身恐怕就比例不是太高。完了这里面符合条件的还很多人还没领呢，不知道呢，或者其他原因还没有去，对吧？领这个失业金。以年末城镇就业人员数和城镇调查失业率估算，2024年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占失业人数比例不到 15%。 你看这个比例非常低就是真正失业的人100个人里面恐怕只有15个人去领了失业保险金。这意味着在整体城镇失业人群中，能以失业金维系基本生活的人为少数。中国社会保障学会2024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报告》中也提及，由于就业单位类型和就业形态的多样化，真正面临较高失业风险的劳动者往往缺乏保障。年末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常年不足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量的1/4，绝大多数失业者未能得到失业保险金及相关的就业服务。也就是我们交了太多的保险，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失业了之后，你也不知道从哪儿去保护自己的权益，保险那是白交了。当然了，你如果扩大一下，我们任何一个商业保险或者其他的保险都是交钱的时候非常痛快，对吧？你不交不行，到点必须交。但是理赔的时候那就是各种刁难，对吧？各种解释，各种不符合条件。那我想这个只要你买过保险，你心里有数你一旦理赔的时候，那就是各种阻碍，各种卡，各种克扣。你买保险的时候，交钱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你给你的感觉好像一切都能包办。除人数变化之外，前述华东地区人社部门人士提及，失业保险金支出增加，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失业金待遇提高。当前各地发放失业保险金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不得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据人社部数据2023年全国失业保险金月人均水平1814元，较2012年已提高1倍多。另有观点认为，失业保险金制度职能拓展也使其支出不断增加。近年来，除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外，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提供稳岗返还、鼓励技能提升、培训等支出，在失业保险整体基金支出中比例不断提升。
唐代圣解释失业保险是稳定就业的重要工具，是一种发展性政策工具，而不仅仅是发放个人待遇的福利性工具。2024年、2025年4月，人社部等3部门相继发文，延续实施失业保险阶段性降费率政策、稳岗返还政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等。人社部2025年1季度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为企业减少成本456亿元，向58.8万户次企业发放稳岗资金35亿元，对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企业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比例，这就是为了保就业啊。不过上述做法用于稳就业、促就业的实际效果值得关注，也就是说这个实际效果是达不到预期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范世明2024年发表于《社会保障评论》的一篇研究文章称，中国失业保险金在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中占比波动明显，最高时占比66.79%，就是2/3啊，最低时仅为20%，相差47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次重大危机，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口罩期间呢，失业保险基金用于发放失业保险金的比率较低，这不利于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其分析称2008年到2010年期间，上述比例从2007年的60%下降至2010年的33%，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这一比例在2020年甚至降低至20%以内。尽管2021年有所回升，但2022年又再次下降。数据显示，2022年仅稳岗返还补贴一项就高达497亿元，这还不包括其他预防失业功能支出，如留工培训补贴。该政策实施7个月就支出303亿元，远高于失业保险金的发放592元啊。这一数据意味着失业保险基金在促进就业和预防失业方面支出远远超过了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所揭示的是参保人群的失业风险低，而失业风险较高的劳动者群体并未被这一制度所覆盖。范世明写道，其建议应当将失业保险制度临时性的功能转化为常规性的制度安排，以提升失业保险制度的综合效能，也为失业者提供一个清晰和稳定的预期。这个财经网报道也就是咱们第1季度失业保险金支出大幅度上涨，那有专家就说了，这个并不代表失业率增加，主要是因为这个失业的人群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可以去领这个保险金，所以这个失业保险金支出就增加。我觉得这个说法对，但不够全面。事实上1季度恐怕失业的人确实在增加，因为刚才上海的对吧，人家已经说了，他的预算超标16%，他的解释就是领取失业基金的人多了。如果你把这个多出来这么多人全部解释为以前这些人都不知道怎么去领失业保险金，现在突然知道了，通过自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我认为这个解释还是不全面。为什么这么说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各地现在又纷纷在预警网约车，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国际大都市郑州也预警，建议不要自己再借钱买车跑网约车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天只能拉个10单12单的平均一天的收入只有200-300块钱，而且你得跑10几个小时12个小时吧，也就是各地的网约车司机网约车饱和，过于饱和，不光是国际大都市郑州对吧，深圳、天津还有很多地方都发预警。所以这个大家就得想一想，那么多人喜欢开网约车吗？网约车是难道什么高尚好的工作吗？那个都是职业病呢。网约车你要开个2年3年，基本上身体就废了，赚的钱正好用来买药，对吧？也就是我说的是高强度的如果你说我开4个小时休息1小时，对吧？开3小时休息1小时，这个恐怕好一点。但实际上你这一开上之后，你没法休息，都是拿健康换钱。那为什么各地网约车饱和呢？对吧？你要说解释大家爱好这个职业，这显然不合理又没什么钱，拿健康换钱，所以你只能解释就是失业的人多了，大家没有办法跑去开网约车。网约车预警实际上是反过来就说明失业的人多，就这个我想没有什么争议吧。送快递送外卖的多了，说明就业形势严峻，这个也没有什么争议吧。你说谁有工作不做大厂的工作你不做，你跑去送外卖，所以送外卖人一多也说明就业形势差。所以我认为实际上是今年1季度失业保险金支出增加，就是失业的人增加了，但是叠加什么呢？叠加有更多的失业的人他知道原来还可以1个月领个1000多，
还可以领半年、领1年的，那我赶紧去吧。所以两下一叠加啊，这个第一季度失业保险金支出就增加了22%。第二个，这个专家也说了啊，与其增加那些什么稳岗基金、就业培训，不如提高这个失业保险金的比例。这个专家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你稳岗基金、你什么职业培训那些，最终都是让人就业了，这就是他有工作。但是对那些失业的人来说，你还是帮助的少啊，所以不如直接提高失业保险金的这个支付比例，让这些失业的人呢对自己的未来有个预期，也不至于饿死。也就是你这个用于失业这一块的基金啊，你把这个钱往这些没失业的人身上花，这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你没有花到那个真正失业的人身上，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稳岗基金，你这个钱是给企业了嘛？所以我们要提高对这些真正失去工作的失业的人对他的一个补助，一个叫救济吧。人家交的失业保险目的不就是这个事吗？你买的保险就是保自己没工作之后能有一笔收入嘛，生活费嘛。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失业保险啊，对那些真的失业的人不友好。所以从这个财经网啊这边报道来看，我们现在就业形势是越来越严峻。所幸啊，现在中美贸易战是吧？从瑞士传来了好消息啊，中美之间啊关于贸易战达成了重要共识。这个晚上啊，他们要发联合声明。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啊，我觉得双方只要谈，一定能谈成。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啊！这是在这个瑞士啊，就谈了10几个小时，一谈好像就是给人感觉像干柴碰到烈火，烈火烹油，哎，一谈成了，对吧？这个就是他这么速度这么快，超过我的预期。我以为双方还不得谈个几个回合，难免要拉锯战呢。结果你看啊，这一谈就谈成，给人感觉是双方憋的时间都很久了，戏也演足了。就在前天，是不是网上还传出各种这个爽文，说这个对吧？咱们的代表团拂袖离场，怒斥美帝，显然不符合事实啊！如果真出现这种场景，怎么可能谈得这么愉快呢？达成一致呢？达成共识呢？我一直说啊，这个关税啊、贸易啊，它跟那个领土不一样，领土没法谈，领土给你了我就没了，我拿过来你就没了。贸易这个只要谈成，一定是双赢，对吧？只要双方都同意了，那一定是双赢啊，就是双方都有好处，贸易只会越做越多。说远了，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双方贸易战达成一致，那么对我们这个稳就业啊，至少稳外贸行业的就业，那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啊，我一直说啊，你也别指望着回到2024年，因为不管怎么说，关税还是有的，对吧？对我们的出口还是增加了压力，至少你出口企业的利润是不是要大幅度下降？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关税全部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毕竟还有很多是你自己要承担的，对吧？就是各方都要承担，就是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的这个采购商，对吧？国内的这个工厂、国内的外贸公司，就每个环节恐怕都要让点力，收入都会受影响。但这个总好过没得做，所以说啊，这是好事啊。这样的话，如果关税比较低啊，那咱们的很多外贸企业它就没必要往越南、往缅甸、柬埔寨跑啊，没必要去什么印尼、马来西亚。那这些外贸企业不走的话，那这个就业岗位不就保住了吗？对吧？要不然这外贸企业都搬走了，你就业怎么办呢？所以还得看啊，这个关税的这个水平。不过也很巧合啊，这边关税谈好了，那边印巴啊停火，感觉这个对吧？各方都收了神通啊。实际上这个周末啊，这个世界变化还真大，对吧？普京居然要和谈了，泽连斯基也同意，马上周4要在这个伊斯坦布尔见面，这都是这个周末啊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本来是大家准备看狗血剧情，结果哪知道一见面就这个有那么一点啊，叫相逢一笑泯恩仇啊，原来都是误会。所以说这个世界变化快啊，不管这个世界变化多快啊，有利于咱们就业，对吧？有利于韭菜赚点钱过日子，那都是好事，对吧？我们都希望看到啊，向积极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毕竟买单的都是韭菜。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